而家唔使轉啦，而家唔使轉。OK。佢冇嬲你都唔好嬲 ，OK？我唔係嬲喎。OK。你知唔知咩係嬲啊？你知黑色11兩分炒，黑色進攻籃板，黑色。邊個進攻籃板？係啦。下開嚟屈我。78兩分炒，2號進攻籃板。78三分炒，28進攻籃板。33分炒，10分加分。11三分炒，78分加。78張係冇錯，全對。你可以唔講嘅，你可以講咁點解咁我咪而家咪講唔到？我講波佬嘅。點解而家先咁多人10度2分炒，93點。2號犯規。捉晒！2分炒15度。3分炒78分加籃板。30炒11加籃板。15分入。清楚。白色換人，雙方換人。28。2分。等埋。8秒進攻。38。好換人。黑色28換11。白色024出走，然後換咗17，跟住換咗個20幾啊？整緊頭巾嗰個。係。跟住底線嗰個都係啱啱換嘅。而家罰球線係咪20幾啊？罰球線28。2分炒33分。Wilson 守波你抹，你係守個位，其他人守個人，你係守個位。白色麻煩褪翻去黑色線嘅左手邊，唔該晒。38兩分入。入波先28兩分入。係 come on 一線有冇停咗波先啊？
3秒進攻。係3分。你同我講嘢唔使諗住。15分跑，28。插中，甩咗先，大佬有冇甩咗先？太慢啦，而家行得好立，快啲節奏。打晒。17、3分球。OK，阿張開始。中。我幫你包仔攞上。你真係靠嚟喺呢度。幾多號？13、3分球。大唔大隻啊？佢而家正常。大隻講入4 K 換人換人。開始有得瞓覺未啊？2分跑，28、23波32分跑25防守籃板。block 25。block 30。係啊。13分跑。拜拜。撳咗個24先啦，你撳咗個24先係，跟住就 start 24係啦。3分跑，17防守。28號兩分。3色28號兩分。哦，白色。金色。拜拜拜拜。28號2分球。加分，加分。28防守。13分跑，13防守。23分跑，5號組進攻。3分跑，17防守。三色25號兩分。添分。添波幾時？啱啊！30秒，呢啲都要嗌啊！你預備，最後5秒要倒數。15秒。